26場賽事已經開始係葵青創新杯決賽嘅男子組嘅。靠近旁邊第一線係合眾龍，第二線聯青龍，第三線高翔隊，第四線合和龍，第五線荃灣葵青漁民會嘅。賽事開始咗冇幾耐，應該係第3、2、1線比較領先咗，第一線就可以稍為出咗嚟少少係合眾龍，跟住就係應該係第2線嘅聯青龍，第3線高翔隊追緊上嚟，第4線合和龍都咬得好緊啊，合和龍抽個頭出嚟喎，跟住去到呢個迎日第一線合眾龍領先，第2線聯青龍。第4線合和龍，第3